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爱妈妈。顶礼拜的追星人甲因请的应援车伫立法院头前咧抗议的时，大家看甲真欢喜，嘛互足侪人注意到马将这个现象。马将是什么所在、什么时代拢有，只不过因安怎表达因对名称的意爱，是对时代的改变。我今日来讲，为1990年代开始的马将，嘛或者肉青人、肉青族，到今因有啥物改变？特别是伫全球化的时代，伫世界各地咧参加乌演活动的人，因安怎互相学习？台湾的马将因办的乌演活动，阁有啥物无同款？伫日本时代出世的女性，因是头一批受过新式教育，嘛是头一批有家己的职业，要求自由恋爱的一代人。这群人经过日本的殖民统治，走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空袭，因看到228事件，嘛受到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的威胁。因的一生毋那是拄到足侪社会经济动乱，也得爱为读日本册变做学讲华语的人。台湾女性人物群像这本册写16个伫日本时代出世的女性，因一世人的经过，因生活的年代。这本用汉字写的台语册有8万多字，册内有加6点多钟的专文朗读。买册的那就伫节目的文字说明内底，请大家做伙来交关台湾女性人物群像。顶礼拜看到应援车的时，真感动，因为这是一阵足少年的女性因的行动，表达因毋那关心政治，因阁会使伫真短的时间内组织募款、设计、上台演讲、接受媒体采访。因有行动、有论述，因伫迄2-3天内展现出因比有资源的政治党派，嘛比长期运作的公民组织有更较好的动员甲组织能力。因是安怎做会到？是啥物会当互因培养出这款能力？这方面的问题是我真想要知影，所以今日我来甲大家分享我所了解的马将。咱先来讲马将这款现象，英国的人嘛有因介意的名称。我真正咧讲艺下歌舞团的时，嘛有讲到因的马将就会对因的演出四界走，阁有人会等红包、等金手指去台仔顶互介意的演员。这是1970年代的马将。咱讲的肉青追星这个讲法是搁什么时阵开始有的？Wikipedia 写讲是为小虎队开始的。我去编旧的报纸是无看到。不过确实追星这个词类是差不多1990年代开始出现。迄当阵报纸内底写的追星族是指2种无同款的人。这个就是咱即马咧讲的肉名称的人。不过也有另外一种是爱去山顶看星的人，特别是迄当阵真是行去看流星雨、扫帚星雨。1990年代的马将有变更较少年，真侪是国中、高中的学生啊。除了台湾的小虎队，迄当阵嘛是行香港的四大天王。这个名称除了举办演唱会，嘛会办歌友会。迄时要买票，阁着爱去现场排队。1993年，香港演员李明伊来到台北的体育馆要办歌友会，前一天就有人去排队买票。过当天体育场头前的空地是3000多人挤伫遐，因为人伤济，入场的时间拖足久的，歌友会是慢45分钟才开始。小港迄天，郭富城嘛来台湾做生日。也阁有讲头1000个去买票的人有特别的福利，所以嘛是前一天透早就有人去排队，也未半工的时间，就已经2500多人排伫中孝东路遐。本地有安排要放郭富城的影片，互伫遐排队的人看。结果见放
拢造成现场拢无法度控制，试放2摆，主办单位怎啊得放弃啊？为即2个咧，会当看出迄当阵艺人的公司也未惯势去处理遮个迷众，也嘛毋知影要安怎管理。毋过有经验的迷众，伫迄当阵已经会主动想办法去安排啊。像郭富城迄场生日庆祝会，都有迷众家己先准备好1000张号码牌啊，去现场分互咧排队的人，互大家买冤家。30当前，毋那艺人的公司是毋知影要安怎管理遐个迷众，迷众嘛较毋知影要安怎表达因的心意，所以有袂少真恐怖的迷众。像一摆林志颖伫花市录现场的节目的时阵，结束现场的观众就甲围起来，要求伊一定爱替因签名佮翕相，也无是无要放伊走。结果听到消息的人拢总走来，规个录影棚是钱甲捌，也嘛有过年时歌星咧赶场的时阵，佮有迷众照规定骑奥多拜去捉车，造成袂少交通的问题。后来公司就知影，若要载明车的车爱大台，佮爱开了真紧，而且玻璃拢爱乌的，才袂去互迷众发现。新闻会写讲，有人包车直约，敢若是为着要叫即个名车替伊签名，约袂到，佮会用口的，或者保安人员嘛毋知要安怎。日本名车博远重来的时阵，现场因为迷众冤家无法度收煞，路尾活动怎取消。2000年左右开始，艺人的公司就会直直叫遮个歌迷也是迷众，就爱有礼貌，爱遵守一寡规矩。为着要避免排队造成的麻烦，嘛开始改做用卡电话去买票。同一个时阵，迷众会互相协调，斗阵安排一寡行动，像讲开始有人会包车，而且毋是一个人包，是较侪人做伙包一台大台车，对遮个艺人规工四界走。佮差不多过10冬，韩国的名车愈来愈出名，台湾的迷众嘛变济啊。所以敢若2010年迄当，就有20外个韩国团体来到台湾。迄当阵网络嘛已经普遍，约车的方式改变真济。介意相共艺人，也是介意共一个乐团的迷众，因会参加奥运会，也是迷众的团体，会晓讲韩国话。看有的人，因开始去翻译韩国的信息，放伫线顶。也是用 MSN 去报互大家知影，亲像倒位有影片通看，啥物时阵有新的活动，因的爱豆生日的时阵，因个会家己办聚会庆祝，甚至有人是自细汉就是迷众，所以大汉的时阵，规气怎开一间专门咧互迷众聚会的餐厅，也是咖啡厅。一款线顶甲实体活动，互迷众互相熟悉，交流因知影的信息。买做伙计划办啥物活动，也是做啥物代志，特别是为迄当阵开始 ON 的活动就变济啊。ON 这字是为日语来的，其实台语嘛讲 ON， 就是支援帮助的意思。上早有 ON 活动的是日本的 Johnny's 公司，后来韩国公司互这款 ON 的规模变更较大，变更较有系统。要安怎 ON 家己介意的艺人也是团体，伊的方式是百种，有的是艺人公司设计，也嘛有是迷众家己私底下举办的。韩国公司是为1996年 HOT 这个团开始有系统去经营歌星的 ON 活动，这嘛是一款会使继续甲迷众保持关系，同时阵去管理迷众的一个方式。像公司就会成立迷众俱乐部，通常是爱纳会费才会当加入。伫遐会当知影艺人因的安排，当时有活动，嘛会特别收到新的活动的通知。艺人的公司嘛会发起 ON 排行榜，迷众总是会望讲家己介意的名车会当排伫排行榜的上头前。所以按照安怎钱去上头前的方式，
因就会小少看是要去买 CD， 也是做伙去投票，也是看 YouTube 影片，也是看伊迄排行榜是安怎排的。为着要负一个团体的认同，通常这个公司还会替买奖号一个名，也是买奖会家己替家己号一个名，而且因会有家己的色水、家己的设计。安尼刷下来所有相关的产品，也是因要乌烟的工具，拢会同一色，也是有相同的设计，才袂甲别个名册的买奖南做一伙。所以像即摆抗议，就会当看到无同的手电啊，因为大家乐团也是大家艺人因的手电啊拢无相同，这拢是经纪公司做出来卖互买奖的。也阁有就是演唱会现场的乌烟，要安怎做？是买奖会当写计划去公司互因参考。通常若是真出名的团体，因会有足侪买奖，投计划人嘛会较侪，公司会拣一个较适合的，互买奖去负责现场。所以买奖若知影因介意的团体要来台湾的时阵，会先设计现场观众是要安怎做，像讲是要举牌啊、举手电啊，当时要画口号，也是因要做伙准备一个影片放互名册看，也是要做伙唱歌。艺人的公司会请因改，确定了才按照这个计划去做，看互相要安怎配合。负责乌烟的买奖团体因先去募款，准备好所有要互现场观众使用的工具，像讲是旗啊、牌啊、面巾。也阁有因就爱先甲大家讲，啥物时阵爱画啥物口号，做啥物动作，等啥物物件。因为会有外国来的买奖，所以为着遮来到台湾看表演的人，因写的说明书顶面佫会写英语、日语甲韩国语。要去的买奖为着要配合现场，就爱先练习。像讲现场因唱歌乌烟是真无简单的一个活动，这毋若是观众对台仔顶的人咧唱歌，是台仔顶唱歌的中，买奖会使做伙画一个名，画一个词类，做一个动作，也是唱一句，而且是配合规条歌咧画解咧做的代志，拢无相同。通常负责设计的人，因会先做一个影片，放伫线顶，教大家人安怎做。有训练过的观众，因入去看的时阵，才对着阵。这拢是甲名册办演唱会也是办活动有关系。平常时私底下的乌烟，就是爱斗宣传。有的买奖是拢会准备正高级的翕相机，随时咧替这个艺人翕相，才佮甲别个买奖分享，也是印出来分互别人。甲古早小工会送名册物件。即阵这叫做礼物乌烟、假面乌烟。即几冬买奖嘛知影名册无欠物件，所以因会开始做一寡公益乌烟，像讲用艺人的名捐钱互育幼院，也是买一片树拿用艺人也是团体的名去甲号名，也是叫所有的买奖做伙去参加环保活动。有时伫艺人的生日迄天买一块看板斗宣传。台湾买奖毋若是学韩国，也会想出家己的变化，互外国来的歌星也是乐团有好印象。像牌字就是台湾才有的，英国大型的活动拢会叫学生摕无共色的牌去运动场牌字出来。这套因嘛用伫演唱会顶面。也阁有台湾奥运会也是买奖，嘛开发出等有色的带就亲像野球讲现场观众会等纸做的带相共。无论是现场也是私底下的乌烟，拢毋是一两个人会当家己完成的代志。这是需要有人去计划安排，佮需要真侪人会当配合。这款热情甲能力，若会使用伫别个所在，拢会当产生真大的作用。买奖现象的背后，真侪是艺人公司的商业思考。毋过真趣味的是，
这个作为拢毋若是金钱，就会当完全解决。今日先讲到这，今年就要过了啊！祝大家伫新的一冬有勇健的身体，继续完成所有的愿望。嘛，请大家交关买册。若是对节目有任何的想法，拢欢迎社会甲我讲。嘛，请会记得订电子报，甲追踪这个节目，也是伫平台留5粒星，留话互我。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，伫节目的文字说明内底有ECP的链啊。真感谢大家收听，我是现爱妈妈，大家再会。